好，这阵车祸78岁驾驶是害3个人无命，也6人驾照是引起关注。都有民间团体呢，招民众伫这礼拜5月25上街头来提出诉求。诉求是讲这个驾照无分年纪，拢爱登去训练，也6人换驾照的制度爱改善，这个交通的工程嘛爱做好势。驾照回去放水，驾照回去放水，孩童书包染血，孩童书包染血。大车化口号批评驾照回魂放水，三劫重大车祸事故引起社会注意个人驾照制度的改革。一代日本交通促进会甲行路人零死亡推动联名宣布，要招民众25上街头保护下一代大游行。自立法院要行到交通部表达抗议。民间团体指控，这摆回魂制度只是做体检，无法度确认驾驶的能力。你几年出生？今天是几号？你有没有色盲？这些完完全全非常简单的题目，只是简单的健检题目，没有任何的路考，没有任何的笔试，只是这样子就放任驾驶上路了。难怪我们会发生这样子的问题。一定要有人过世、有人往生，交通部才愿意往前改革一点点吗？那难道今天只针对高龄驾驶去做了年龄的下修，去增加一点点考试的内容就足够了吗？对交通部所提出的换照的年纪，自这么75岁向下修正到70岁，民间团体认为是治标无治本，真正的问题是考照制度、道路设计拢需要改进。要让台湾摆脱行路人的地格，民间团体提出建立无分年纪的全面回魂制度，改善个人换照制度，交通工程改善等3大诉求，得到朝野立委的支持。强调拟定政策要纳入更加多民间的声音。那些没有安全驾车在道路上的人，那些人就不应该继续让他们继续拥有驾照。就监理制度的考照、回训、高龄用路人相关的制度我相信都还有改善的空间。蔡大少悼念受害者，海路和民众行路人路权促进会经伫咧共一天，到行政区递交全国所收集的请愿书。监管呼吁驾照全面回魂，要求政府正视交通系统性目的，保护策略的行路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